师 Lisa， 我现在超级累的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我刚去学校的 Cal Day 回来。那什么是 Cal Day 呢？Cal Day 呢就有点像是学校的开放日之类的，就是很多科啊、系啊或者是社团，他们会做一些展出啊、表演之类的。然后还有很多可以玩的啊、看的啊、吃的啊，重点是它还有很多免费的东西可以拿。Lisa 今天也拿了蛮多的东西的。那这一站呢，就是 Lisa 今天的战利品。我今天拿超多东西的，而且全部都是免费的。像这个袋子啊，它就是免费的，它是 Amazon 的袋子，因为我们学校就有 Amazon 的商店嘛。那我拿了有这个是这个应该是洗衣袋。飞盘我也不知道要干嘛。啦啦队 ，Amazon 的瓶子，它好像是放在这个袋子里面一起的。水，运动饮料，很多传单。袜子，这个是我玩转转乐的时候赢到的袜子，还有毛巾，这也是我玩转转乐赢到的。这个过滤杯子、过滤水瓶，这个是我玩套圈圈套到的。巧克力牛奶，挂牌。背包，这也是转圈圈得到的。就这样，简便背包。然后这超烂的白板，磁铁白板可以贴在冰箱。然后还有很多杯子，这也是转圈圈得到的。那除了这些之外呢，其实还有免费的食物，像我今天呢就吃了一个免费的汉堡跟一个免费的棉花糖。那大概就这样啦。那 Cal Day 呢，它是每年都会有啦，就差不多是在4月中左右，就是我们学期快结束的时候，大概也是要让那些被 Berkeley 录取啊，或是以后要来 Berkeley 的学生来参观体验一下，然后也让在校生有一些活动可以玩。好，那以后如果有4月多要到 Berkeley 来玩，然后刚好遇到 Cal Day 的话，也可以去看看，还蛮有意思，蛮好玩的哦。好，那今天影片就到这里。如果喜欢的话呢，不要忘记按赞、按订阅、开铃铛、加分享。然后 Lisa 也有 Facebook 跟 Instagram， 也可以去 follow 按赞一下哦。那我们就下次见啦，拜拜。